即摆等啥？叫你发现着，我咧培养我的情绪啦。为虾米爱培养？因为我惊讲我等下就是迄个家己个人的情绪拢走出来。什物情绪啊？你安尼大概出头足济呢？因为咱等下要来迄个来宾啊，我无啥介意呢。哈？敢会使遮尔公平正大伫咧节目面顶讲出来？无要紧啊，主管到时阵主管你听后壁就知影，你毋好听到这个先甲我骂哈。你感觉我等下敢会甲伊本人讲即件代志？我感觉爱。你是毋是想要看我冤家？我感觉伊等下要领钱，可能毋敢看我冤家。哦，听到没有？咱等下要来好问一个，听讲乌边有淡薄讨厌伊的角色。有淡薄讨厌伊的角色，听出来有无？我无说字甲你讲出来。我是讨厌伊的角色，毋是讨厌伊的人啦。了解。但是我毋知影讲伊本人来讲有就是出现迄种，伊讲内底的角色救星安尼。对，无你看像你之前讲的啊，本色出演。无你看伊本性，我坐伫遮，迄个感觉安尼走出来。哇，就期待诶！你就是想要看即种大场面对无？对。好，紧张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代开 Podcast 节目，来听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。啊，佮甲观众朋友下一回用台语念出来，你竟然是看到来宾做古锥的，所以你伫遐结古锥呢？我嘛毋知，你安尼我袂堪记哦，这种啥？你安尼我袂堪记哦。平常时到底是啥物款啊？呢？你平常时就是我真严肃。你平常时就是咱做透过对小个就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伊安尼呢应该拄着你完全无共款呢。总然你即摆即个换你介意的啊？毋通讲出来。好，咱先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木酸。乌酸呐，这边咧自我介绍者无？简单讲者就好。自我介绍，我就是一个演员，你就是一个演员。有啦，你有做别行啦。较早有唱歌，即摆较少啊啦。唱歌，伊是一个歌手呢，所以来到咱的节目就来随唱者。你家己要讲出你家己是歌手，既然咱无，咱即摆来唱一条歌。唱一条歌，要唱啥物歌？凊彩拢会使。无就表以来无版想到的歌，无就咱即摆。无就即摆勇气家族内底有出现的啊。好啊。我身骑白马啊，走三关，我改换所有花中原。哎哟，嗨呀！听起就是知影讲戏内底是真正有唱。无迄个机会互我唱。哎呀，可惜。阿兰姐啊，你有听到无？无啦，戏内底熬唱歌戏的人伤济啊，嘿，我排无迄个位，排袂着。有机会啦，啊，但是有机会嘛，真正会当唱者。对啊，我嘛是足想要学迄唱腔的。哦，唱了，唱得调。好，咱直接开始开讲啊！哇，咱今日一开始就唱歌做嘛，就算可能惊到，伊可能更毋知影咱的节目的风格是啥物款。无我当咧调整好，偏线咧，偏线调整一下。好，安尼想要问讲，无，我我先甲问，因为即摆先甲伊就是talk一个，好，因为伊早都讨厌伊的。你安尼伫来宾的面头前讲讨厌人，第一届见面就安尼甲我抢，真是我第一届拄着呢。毋是啦，毋是讨厌你本人啊，是讨厌你演的角色啦。听没有？恁会记哦，咱前一阵啊打电报结束的武侯骄阳。嘿，哦，迄内底正义会晓唱，哦，迄个竞争，你啥拢要抢别人的男朋友哈？啊，无大啊，剧本就安尼写啊。啊，想要请问讲唱来爱敢真正有较甜？当然唱过来时阵就爽诶，但是唱过来就爽诶。我就无爱即种咧唱来唱去诶，我和平主义者。爱较甜诶，我看你演甲最厉害呢，演甲什么听过来准诶，这死啥鬼啊？都是真正是剧本写了好啊！我嘛毋知影大家对我有啥物误会，我看起来是足够抢人诶，还是安怎？叫我演一寡抢人诶角色。想想起来，有啦，你是毋是有一出共唱？嘿啊，听到没有？咱进前一出动多啊呢？外口诶人想讲咱迄种进前一出是念星星谢谢，想想谢谢啊？星星谢谢。我失弟啊，对啊，奇怪呢？嘿啊。迄等下拄好拢是即种角色，对啊！你知影米可白伫阮遮无？哦，对呢，伫阮的节目呢，对呢。好啦，无啦，听没有讲生出来，我是讨厌伊的角色啦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既然会当讨厌伊的角色，就代表讲即个人
伊的演技真赞。对演了就好啊，对啊，伊若演了无赞，我就袂安尼遮讨厌。啊，今日看到伊本人想奇怪，啊，毋是酱牛手，啊，今日安尼看起来安尼嫩嫩啊，高水啊，毋知影要安怎才好。好啦，来啦，开讲啦吼。好啦好啦。想问讲，就是你台北人啊，平常时讲台语的机会敢有济？其实细汉时阵讲台语机会无济，无济。因为学校一定拢是讲华语嘛。对。啊，毋过厝内底的人阿嬷、妈妈、阿舅啊，因其实拢讲台语，啊，毋过若甲我讲话，就会转做华语。哦，尤其是阿嬷，阿嬷一定就是台湾国语。哦，嘿你要食太太吧？以前你要食太太嘿，吧？吃饭饭，吃饭饭。嘿啊，啊，毋过其实阿嬷嘛是自我足细汉啊，拄会晓讲话的时阵，就教我一寡台语的念谣。哦嘿，啊，我都袂晓讲，伊教我是白白青米饭，正正菜头汤，咸咸鸭母卵。哦，啊，我都白白青米饭，正正菜头汤，咸咸鸭母卵。就歹听，毋是鸭母卵，毋是鸭母卵，是鸭母卵。对啊，啊，就是后来开始有机会拍一寡台语戏，我就想讲。试看卖用台语甲阿嬷讲电话，啊一开始嘛是讲啊巴里巴狗安尼，拢讲袂认得，嘿，阿嬷拢讲你若袂晓讲，你会当讲国语安尼，阿嬷嘛听有咧，对啊，啊是讲后来我就想讲，若是会当甲阿嬷讲台语安尼，讲甲足认得的嘛是袂歹安尼。对啊，但是你拄仔讲有人找你去演台语戏，啊，伊哪会想要找你去演台语戏，还是讲你哪有即个勇气来去接即个台语戏？应该是讲，迄当阵袂感觉家己台语足歹的。哦，嘿，就是感觉讲我拢听有啊。我讲嘛是有咧讲，可能较少机会讲，啊，毋过嘛是会讲。啊，结果开始演了，再发现讲我台语真正无遮好呢。完全是即回事。嘿啊，就是有一寡音，就是迄腔，就是怪怪，可能变调啊，是假。嘿，亲像我即马讲我。是讲我较早就是哇哇哇嘿，哇哇哇哇哇哇安怎哇安怎，温安怎温安怎，我都是会变单音。对，但迄个落音会无去啊。对啊，都是豆豆去学啊，豆豆拄着足侪前辈会来甲我教。哦，所以你这台文敢是你家己学的？台文算是家己学的，啊，毋过台文家己学的，厉害哦。嘿啊，啊，毋过嘛是有来上恁的课啊，迄个进前公司台语来有。这要直接进入业配的所在嘛？这是业配哦。安尼哦，后一条啊，原来是安尼。后一条你莫偷看迄啦。紧，我啥物拢无看。即个咱台语台开的演员训练班呐，当初时是安怎会想要报名咧？啊，就是想讲，既然有足侪机会会当演台语戏的，啊，无就甲台语磨练甲足好的。所以是先接着戏再来报名。对啊，就是接着戏，愈来愈侪戏，啊，就愈来愈感觉家己台语真正无足好的安尼。大概咧，因为剧本补强啊，对，因为剧本来拢是华语的，你就是用华语的头脑，你转过来，爱用转的，嘿，有一寡词就是真正拢转袂过来，啊，就爱用直翻的，我就感觉安尼足可笑的，嘿，因为台语一定有会当用的词，替换的词就对啊，对，啊，毋过阮就是袂晓，想无，嘿，想无，就是咱头壳内底的台语思虑无够啦，对啊，啊，我就想讲，若是学会晓台文，学会晓台语，我就会当去看遮的册，嘿，我就嘿，对，我就会当家己学，甚至讲腔啊是啥，看台语就会当较清楚。哦，嘿啊，我感觉安尼真无简单呢，因为即马就是毋知你有听讲无，就是有一寡演员还是啥物，平常时接戏的时阵，伊会当硬背死背甲台词背落来。对。但是其实因平常时啊，譬如讲对歌啊是创啥，伊是拢无讲台语，嘛无要接受台语的访问。对。因为伊认为讲就是迄戏是伊的角色，伊演了好，人会讲伊演技好，但是伊伫外口伊感觉讲。用迄台语是较怂啊，较 local 迄种诶。你当初是咧接这物件，啊，佮想要加学，敢有惊讲就是互外口甲你安尼大瓢啊安尼啊，大瓢啊。我感觉即摆会晓讲台语是一项足厉害诶，fashion 足流行诶代志，足请诶。毋是我细汉时阵真正是讲台语足怂诶。对。系啊，你台妹呢？安尼，嘿，你有一个腔呢？安那，系啊，我感觉讲啊。既然咱拢是台湾人，是安怎袂当讲台语？是安怎讲台语？讲家己的母语是一项足爽的代志，应该互伊较流行的。哦，这种想法真好。对啊，赞啊赞啊！
啊，所以感觉对你上大的帮助是啥物？来阮遮上课上了，嘿，因为老师都是教宣传一下嘿，老师教台语嘛。对啊，我就想着较早我第一届演去教电视台的戏，我第一届学客语的时阵，对，我嘛是用罗马拼音。嘿，我迄当阵学客语，我都学到基本足好诶。嘿，我基础嘿基础，我感觉迄是基础。嘿，什么安子说啊？我即嘛嘛会当去隔壁录。隔壁楼骹你去楼骹隔壁对就是我感觉语言的基础就是音啦。亲像阮较早细汉时阵学华语嘛，是爱用波波开始嘛，所以即嘛学台语、学台语。嘛是足基础的代志啊，系啊，你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即个心毋是心，爱咧喙爱合起来，对嘿啊，有足济，嘿，有足济录音入声合喙音啦，对啦，这拢足重要。系啊，啊，佫有嘿，就是声调无共款，这嘛是爱学台语才会知声影。八调啦，对啦，是，嘿，使好把臂搞唱录嘛。三对，倍加赞。对啊，就是爱为基础来去学你才会哦，原来是因为安尼，啊无哪会讲我讲的啥物台语拢会感觉音调调。嘿啊，嘿，就是我讲了无好啊，我讲了无够正确。你学了后来接倒一出，你有一个就是断点，就是一个切点，切入的迄个点。我后来接倒一出，我想起。因为有hiệu交用迄时阵一定是还袂啦。阿袂，迄哦，但是你当阵做起来呢。嘿啊！我后来接啥？我记得。我本来想讲，哪会当找出迄个所在，咱叫听众朋友去看，啊，甲迄个物件找出讲，哦，以早即个念起来无哇，啊，Google 电话，应该都是用去家族啊啦。若是讲电视啊，啊无就是明时迄当阵有找我去演3个月黄金岁月。对啊，啊，就是我感觉勇气家族嘛是，互我磨练足济，迄真正佫较无共款，迄歌仔戏的佫较无共款。哦，伊佫要讲，好，无要紧来，我看起来，我啥物拢无看。随讲，即摆已经讲着，就是顺诶。你有真侪搬戏甲舞台剧的经验，啊，即届就是你拄则讲的挑战歌戏是一个完全无共款的物件。对啊。你想要问讲，就是过程当中，你认为，我是毋是跳掉？是，啥物人互你的勇气？对，是啥物人互你的勇气？嘿，我毋知影是啥物人互我的勇气，我就感觉天公伯互我勇气，啊，我拄好有这个功担呢。需要勇气，会当安尼唱哦，会使，哦，水哦，来面对阿兰基啊！我要讲笑。迄真正做使我勇气面对风霜安尼。阮两个迄工去录音的时阵，嫌仔跪涂骹呢，跪伫涂骹。你跪头壳，我想讲你留啥物跪头壳，因为我是安尼啊，我看到叶兰姐，我就强要闪着安尼，我讲无啥人，骹就软啊。但是伊一开始的时阵做亲切的呢，对啦，其实伊会甲阮小酒问，但是伊讲的话，阮感觉哦，迄个重量，迄个话的重量安尼，哦，兰姐也莫安尼啊，气势，伊佫甲我叫一声乌子啊，嫌仔贵咧，我要收，嫌仔坐袂调呢，嫌仔摔咧。对啊，伊平常时真正足亲切，啊，毋过拍戏的时阵较严肃。对，伊有讲，伊对迄字啊。啥物啊？要求较悬安尼，我感觉是足好诶，啊，毋过嘛是压力足大诶。你诶时阵感觉钱歹趁对无？我想讲无够用，我学会晓物件真正无够用安尼。所以以早是完全无歌戏诶经验。无啊，都台北大汉，其实比起中南部诶囡仔来讲，嘛无啥你看呀。无啥物机会当看到外台哦，电视顶悬有看过。对，啊，就是电视阿嬷咧看，我也无在看，我咧看卡通啊。嘿啊，而且今看外台迄种感觉无共款啊。无共款，无。我捌细汉时阵捌看过，锵锵锵锵，结果会倒啊飞出来。哎呦！啊，我搁掠捡起来，这欢喜，个人的道具创啥？搁捡人去行伊啊，伊个安尼，小朋友倒啥？啊，伊会搁甲摕起来继续拍咧。嘿啊，因拢是迄临机反应足好诶啊。对啊。嘿啊，我就是较无遐个经验，所以就是拍进前。都爱去看足侪册，看足侪网络顶悬的迄个影像安尼。所以当初是听到这个通告的时阵，你心内迄心理建设用偌久的时间？啊，想讲啊，无要紧啊，会当演好了，得接啊。对啊，都是安尼啊。就想讲袂歹哦，歌仔戏无试过，试看觅。所以就是你其实无摆脱任何的角色，啥物拢演，拢会当试。恰查某嘛演，歹查某嘛演。莫想无聊的就好。
我就惊无聊诶。迄种就是迄乖乖啊，啊就是一讲讲就是你好，啊无就是规工咧哭诶迄种无聊。迄个某一个一直咧哭诶演员，你有听着无？对啊，就是我就是介意演一寡较有挑战性、较有挑战的，较会互看到。会当表演迄种，会啦，讨厌拢一定迄种记忆啦。因为我感觉足好耍的啊。啊，敢以前毋是有迄一出戏，啥物歹查某会因为去菜市会去互骂，啊，你讲有？会哦，无啦，即摆较进步，拢伫网络顶管，伫遮伫网络顶管找就我叫是拄则要甲我讲，我无去菜市啊咧。菜市阿姨其实拢足介意我。哦，真诶，会个买菜架葱啊，迄种乖乖啊。对啊，颠倒是我有当时有一届去大爱，都足侪书姐嘛。对，迄当阵就是形形色色拄演了。对。明凤，我有看过你哦，你演得足好诶！我想讲，苏姐你爱确定哦，你毋是讨厌我？我足歹诶哦。好，头拄仔讲到歌戏，安尼继续问，就是咱拢知影，歌戏就是爱哪唱哪做骹步手咯。安尼拍戏诶过程，你认为上困难诶所在是？头拄仔讲到无唱吼，对，无唱着。哎哟，所以就是上困难的所在就是阿兰记啊。迄是其中一位。即摆伊无伫我都，阮等下放互伊听啊。无啦，就是其实戏内底有足侪歌戏的歌手，迄遮个个姐姐真正拢练20-30年啊，拢是团长的顶级。啊，毋过我都是一个练差不多2-3个月，啊，都硬要去你的。阿兰记啊，阿兰记啊，迄集有讲。无效，真正无效，迄真正练袂起来。我嘛掠准讲亲像较早拍顶头还是啥的啊，都练，直拍就好啊。歌戏真正毋是安尼呢，代志毋是讲人所想的遐尼简单呢。咦，蹭，爱注意呢。我甚至有一届。我真正是感觉一直 NG 的有无？无，我就是感觉规个人安尼足无力的，想讲那安尼拢学袂晓，安尼拢拍袂顺啊。我都问内底一个演员，叫做佩云的，伊嘛是团长。我都问伊，就是足够拍的嘛。我都问讲，你主持人学戏学到真，你是到什么时阵，你才真正感觉家己会当伫咧台顶拍，拍了就好的安尼。伊讲我到真拢也无感觉，我真正会当拍。夭寿哦！你团长呢？你讲甲安尼，我是我去边啊，徛好啊。嘿啊，我就想我迄当阵真正是一个坐伫涂骹。是啊，要安怎我已经头已经洗落啊，洗一半啊，你无法度啊。嘿啊，已经要拍了啊，我嘛无讲。规个拢破啊，嘛无可能行出来啊。嘛无法度讲，我敢袂当卖演啊。系啊，真正是毋是平常人会当想到的迄种艰苦。系啊，动作吓，你拄则讲的迄个是动作。对啊，因的身段爱有爱柔的时阵，爱柔，爱有介绍的时阵爱有介绍。重点是你经这物件的时阵，经掉咧，你头壳底该背代数。对，搁有迄个因迄大架有无？对，含梨花迄大架顶，恁记者会有看到？有。迄大架真正足重诶，内底搁要拔甲足暗诶，伊才袂害。你头嘛是你诶拔头，顶悬搭足侪物件，搁拔甲足暗诶，头足重。迄个花有无？头花安尼插落吼，真正是我感觉都是小重诶啊。我无法度顶动呢。我穿好了后，就是徛伫遐，我无法度顶动。那是爱演戏呢，一段时间适应。无法度，迄都是愈来愈重。迄就愈来愈重啊！其实就是遮歌仔戏哥哥姐姐就讲，因若是咧外台演出的时阵，因迄个状态差不多都是经10分钟就好啊。毋过拍戏毋是拍戏，就是要经规工的。因安尼看我，因拢感觉我足辛苦的，因为因毋免经遐尼久。对啊。听到没有？我来讲，吴酸是发自内心，真正感觉足重的，因为咱即摆就是无影片，伊的目睭片是已经足大蕊的。伊拄仔你讲即个代志的时阵，我感觉伊的目睭就要落出来，伊的目睭安尼哦，较大蕊的，咱顶甲愈来愈大呢。想到迄个重量安尼，对，心内底压力已经足大，啊，这大甲搁较重。好，安尼想要问讲就是，既然压力遮尔大，阿兰姐还佫随时顶伫边啊，安尼你敢有啥物逃放压力的方式？若无你当阵会病去呢？规工拢咧病去，无人看到的时阵，可能等去房间就开始哭。
啊，较有朋友就甲伊讲哦，我今日真係足辛苦诶，系啊，都是无啦，都是找人讲一下话，啊无都是互家己有一寡空间安尼。对，啊，但是考了就搁继续去练。对啊，哇，啊，无法度啊，经验啊，爱经验练啊，就是爱练啊。头都洗落啊，嘿给啊，他化妆。啊，若无练，明仔载夜咱就讲，你哪会安尼？你敢有练？啊，敢会使甲亚兰姐就是甲伊讲者啊，甲伊讲，我真正演袂好面，怎无你甲我拍啦？哦，因为我可能伊可能会甲你拍，嘿，就是讲，迄当阵因为伊嘛是压力足大诶，我嘛知影，所以其实我甲叶兰姐恁除了拍戏以外，敢会讲话？袂，都是演员内底感都是感觉情无好是真诶哦，无啦，无，就是感觉无法度甲伊开讲，因为伊要无闲诶代志伤济，伊咧想诶代志伤济啊。伊搁制作人啊，想无用，对，伊搁要改阮台词。对，而且听讲该录台词互恁哦。对，因为伊感觉台语拢无够好。你敢有印象上深，就是伊录倒一句互你？我有甲问一句，剧本顶关是写讲用华语讲吼，就是讲阿三伯帮你煮了这个稀饭，很好吃哦，米粒都花了。哦，我就想讲，叶兰姐这句要安怎讲？嘿伊讲苦头糜，我现在想讲，迄啥？伊的目睭佫要落出来，对，迄是啥？苦头糜？我自细汉到大汉无听过即种词。啊，伊就是形容迄糜已经煮甲拢软安尼，足好诶啊，嘿，苦头糜。哦。我感觉即种较生活的用词，对，感觉我感觉真正都是学足济，除了是歌戏内底的事了，嘿啊，哦，你知影阮有甲迄阿兰姐讲的话做一个金句无？有啊，伊讲的日曲俗语，阮拢甲伊做出来。我感觉真好，啊，毋过就是迄足少人听过，爱抱去搁较济所在，我都甲恁迄个。就是搬运到我的厝内底，无要紧啊，无问题。倒宣团，倒宣团，对啊，多谢恁甲阮宣传。好，头拄有讲到即个苦头糜，安尼想要继续问讲，就是你亲身参与即个歌戏，敢会当介绍几个你就是伫即出戏内底学到的专有的名词，还是讲一寡特别的讲法？我上介意一个词，叫做戏箱。戏箱，戏箱其实就是粉丝戏迷的意思。因就是讲戏箱。我嘛毋知迄个来源是啥，毋过都有感觉，就是介意到替你讲戏箱安尼哦。也是讲就是我介意的人，我就甲装起来做一箱。听起来中国的哦，这听起来是我做的代志咧。我做讨厌你，我咪做你做起来。无啊，你讨厌我，你嘛是我的戏箱，我甲伊装起来。对啊，我感觉这个讲法足古锥的。多谢乌酸甲咱讲到这个事，因为顶一集阿兰姐也讲到讲，伊身躯边两个戏箱，啊，若是办身无够的时阵，金童玉女12岁，叫戏箱来斗啦。对，啊，就有听种朋友问阮讲戏箱是啥？啊，我迄当阵就想讲，无得靠咱即集会讲到，另外离谱先知啦。我袂讲，我本来想讲，迄当阵要甲你请教，啊，结果你看。我还袂甲伊问，伊就讲出来啊！我真正就介意这个词诶，这就是咱专业的啦，专业的啦。系啊，啊，搁有无？啊，搁有亲像斩头，嘿，迄当阵杨姐讲的时阵，我想讲斩头到底是啥？斩头就是这戏内底一寡情节哦，嘿，斩头，我是斩头，你那哪里想啦？毋是哦，想讲俺头剁掉的迄个斩头呢？对，我迄真正都是歌戏内底的用法。对，斩头。第一集内底就出现啊，伊就讲因都袂晓演迄斩头，煞袂晓删节。嘿，就是因为你若无看到的人，第一集搁去点看一遍啊。第一集。对，就是甲伊讲，这戏会当修改者啊是啥，较互伊莫演较尔济啊，因为戏故事拢是固定的，啊，毋过外台歌戏就是因的戏拢是活的，因拢是讲就去你演啊。所以其实因站头随时拢会使增加，会使随时会上抬调。对，嘿，会当，就像我扣着刀迄个，就是伊增加出来的站头安尼。迄算是临时反应啦，迄算临时反应啊，就是想讲，若是今仔日请来。演员较袂晓演，啊无就会演较少的，安怎？这就较无放伫重点，啊重点就放伫倒位安怎？哦，就是站头会当调整安尼。对。哦，咱搁学着一个，搁有无？大家出，对，大家出就是讲，这个戏班有因的招牌。
哦，茭白鱼大家拢讲好，多家厝嘿，的，也是讲这个小生，也是这个小段有伊的茭白，哦像茭白王宝四顶山甲王宝钏，哦，也是讲四顶山敢是韩的四顶山甲四边柜啦哎呀四边柜甲王宝钏啊，四顶山甲韩梨这花，段要录互阿兰姐听。袂啊，阮这无夹掉，阮那 NG 拢会甲坑回去。啊，都讲不是讲的，快点上后边，无要靠后壁，这就是咱节目高挑的部分。咱这个站头上精彩，所以一定要甲坑进去，你知无？笑诶，我都想讲怪怪，啊，我甲你看，你就接受着。啊，罗密欧是甲祝英台啊，对，因为迄条歌的关系，对。哦，白豆真正是，不要紧啦，无要紧啊，真高水，真高水。嘿啦，都是对，嘿，都是。无每一个戏班拢有因的招牌，迄招牌就会当讲做是大家村。啊，嘿，就是哦，我请这戏班，我就是要看因演倒一出，迄就是因的大家村。嘿，对啊，咱是毋是伫戏内底定下讲一个物件，红仔头真水。红仔头就是你装起来，歌戏的装，规个装起来红仔头足水的。哦亲像我就是红仔头足水，啊，毋过我雄雄，为什么我们这边印上来？我真个红仔头就韩水。国水啊，因为我红仔头装甲水是真正是大家拢有认证的。真诶，伊目睭啊大蕊着，伊个围起来了后，有迄个眼神。嘿，我嘛感觉红仔头足水，啊，毋过而且敢若会当坐伫伊遐的，鼻啊呢带哇，会当有袋鼠，我敢若会当伊讲翕相，因为伊迄番的话，伊就是袂叮当，伊就是安尼。嘿我敢若会当翕相。对，嘿，都莫叫我叮当的。啊，还有一个秃头，还有一个秃头咧。啊，是毋免甲人秃头一个啊，对，我想着啊，嘿啊，就是爱阿兰姊对伊讲的话，爱甲人阿姨杀自己个啦，嘿啦，阮拢是安尼讲啦，啊因拢讲秃头，真特别呢，我头一摆听，嘿啊因为我一般听到秃头，算就是讲暗示一下呢，迄种的，嘛差不多有即个意思呢。对，就是但是讲恁的迄爱写字是无共款。嘿，就是讲今仔日的演出可能有人咧食薰，还是有人有迄个光会视着你的目睭，你爱较注意的，就即种叫做秃头。哦，哇，所以因的秃头是好的，咱的秃头拢是。迄是秃猎头的秃头。迄个啥出版出版就是无爱做啊，我要去别班啊，跳槽啦，哦，歌戏的跳槽。所以出版即个词应该算是禁忌的嘛，一般袂使讲出来。应该是讲出版是大代志，哦，嘿，要离开集团啊，嘿啊，尤其你若是同条的，你若是即个戏班的同条，你袂当凊彩就出版啊，你一定是自细汉就伫遮磨练磨甲团长互你做同条的，哦，互你做头手，东条，你只要先问讲东条什么意思吼？同条头手啦，嘿啊，头手嘿，就是东条顶一头手，就是恁台内底上大迄几条啦。对，当家安尼，学着啊安尼会使，安尼即个解说。 ，OK，接受。嘿，所以迄同条若是出版迄大代志，哇，即个戏班的招牌走去啊，哦，对啊，就像咱戏内底演的东条，嘿，伊想要出版，头手出版，对，结果个吊关价。嘿，到底拄着即款的状况是要安怎解决的？继续看落去，家己去看，你是毋是？你毋是？你最近拢无讲即句呢？你伫阿兰姐的面头前嘛毋敢讲啊！伊讲，请继续看落去。伊平时啊，阮就是你访谈的时候问讲，等下要演啥？家己去看。伊拢安尼，你最近拢无讲即句呢？规喜气安尼，对啊，规喜气呢，够老的，我对你失望的呢。家己去看吼。好，安尼刷落来，讲真诶呢，歌戏的物件真正是讲袂完的。嘿啊你看吴宣讲伊才学2-3个月，啊拍戏即个过程当中呢，讲遮济啊伊就会当讲遮济，遮尔济心得分享。我感觉咱到时阵真正爱来做一集，就是歌戏的迄专有名词。应该爱做，足济应该爱其实是做，咪，还是其实已经有别人做过，无咱来研究一下。我感觉已经有别人做过啊。嘛是会当搁做啦，嘿啊，愈侪人做，才会足侪人知影诶。但是我感觉觉。阮录音的时阵，关伫迄个内底，拄着迄大骹准软的。啊，若是要做，一定爱做侪级别。我惊我到时阵可能无法度行路呢，下班拢无。规人
人起去咧，我会变做甲你共款咧，当去就伫遐哭啊。哎呀，打电话互阮朋友啊，咁我今日到底是创啥咧？对啊，伊讲的遐名词我听无，就伊迄工甲我讲的戏秀，我想足久啊，敢毋敢甲伊切断，根本毋敢讲。啊，兰姐，你讲的迄戏秀是啥物意思？其实会当问其啦，实秀足久的呢。系啊。啊，就是当做学生安尼啊，我听无，迄是啥呢？我惊听我妹讲你台语台，你搁讲你听无？你就好骂嘛。对啊，我就来讲，对啊我台语台我无演歌戏，放松，我就是你的爱护。对啊，你就甲塞奶。我迄当阵拍戏的时阵，就是做袂到塞奶，所以我一直感觉我做有准的。哈，会晓塞奶，就会晓塞奶，就是医生啊。无怪你是歹查某。我伤惊啦，我真正足惊的。所以你看，正义会晓唱迄当阵，你就是本色出演啦。你看，迄当阵伊就是惊啊，袂使奶啊，对啊，叫叫叫安尼啊。所以你就是对无？你莫个假啊！我看出来啊。我即摆朋友伊毋敢甲我看。我即摆跳到淡水河嘛，洗袂清。无啦，讲笑的，讲笑的啊。有选拄则来现场了，坐电梯起来，甲阮开讲啊，而且伊安尼。我拄仔想讲，面头前这个人，敢真正是我讨厌的迄个，迄个小查某，看起来无啥共款呢。连我咧看，我拢嘛感觉讲，哦，就笑诶。对啊，你会感觉想讲，我哪会遮讨厌无？你敢会看迄电视想讲，迄个人敢是我家己？我有当时真正准着电视，我就想讲，迄像，敢若是我，认袂出来呢，认袂出来哦。我拢感觉迄拢是角色，拢毋是我家己哦，所以我家己其实嘛认袂出来。所以你演的时阵，你就是规个人专心进入迄个角色内底。对，而且我嘛袂去看，拄则演的有好看无？因为有足侪演员是会去看嘛，去看家己表现了安怎会当安怎调整。我毋敢看，嘿，我是感觉足家己迄种，就是但是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因为你演的角色拢笑到有村，笑到有村，而且有淡薄就是强要破病迄种诶。精心病，毋是，就是做病态爱，因为伊对你看正义会唱甲形形色色拢是迄种做病态迄种，我感觉我家己看，我感觉讲哦，这查某囝是咧想啥？啊，演了，敢有需要就是家己去抽摕迄个我情绪，敢会去影响到你家己自信。我即摆看起来是无啦，喂，当阵我是毋知啦。加就是咧演的迄当阵，迄段时期。情绪是会较歹，会较敏感，迄是真正。就是你迄个状况，一直无法度跳出来，你角色无法度跳出来。啊，毋过演煞了后，你也是会感觉讲，迄毋是你家己。哦，你也是爱转来到上平静的家己的心态。哦，因为我听讲有一寡国外演员，伊若是去演迄种伤小的角色啊，演了因拢会去疗养院，还是创啥，抽袂出来，因会去住院，还是创啥，住遮严重，住一礼拜安尼。啊，其实嘛是算是一种解决的方式啦，都是找医生甲你斗相共，找专业的来甲你斗相共。对，嘛是会使啦。啊，我都是会去做瑜伽啊，冥想啊，心灵平静，真好啊，就是大家拢有，每一个演员拢有一个方法，互家己会当跳出迄个角色。好啦，我暂时甲你伫我讨厌的歹查某名都先甲划掉啦，画两撇啦，甲伊刷较出来啦。即摆看到本人了，我对伊人即出新的反射就无即种讨厌的角色啊。即摆才做2集尔，我也知伊后壁有讨厌无？毋知哦。阮录音的时阵，伊才做2集啦，啊，到时阵等即集播出的时阵，我毋知我会搁讨厌伊，因为伊嘛袂使甲我讲后壁演啥。对。好啦，安尼讲较济上条的工商服务时间来啊，来，咱来介绍一下咱勇气家族播出的资讯。好，勇气家族即出戏，你看，毋是我会念着呢，你是为音毋对。勇气家族即出戏呢，是伫咧逐礼拜暗时8点，伫咧公司台语台播出。对，10点伫咧花溪。对，啊，搁有网络顶悬，就是伫咧公司台语台 YouTube 直播频道。对，直播现场嘛会使看，你电视无看到，你会当用手机啊看。无毋对，啊，若是无看到的人要安怎？顶播伫咧逐礼拜六下晡1点。对，就是你即个礼拜无看到，我你讲，后礼拜对，搁等6工，你就会当看。啊，若真正拢无看的人要安怎？搁有 Live TV 对无？对啊，开钱去看，开钱，开一点仔钱去看。好。真欢喜邀请到一个我曾经讨厌过的查某囡仔来甲咱现场。你是要讲几届？我讨厌。
我要讲一世人，希望你会当一世人拢做互我遮尔多样的角色，安尼就表示我一直咧认同你的演出，无对，对，愈讨厌愈认同，对对，就是表示讲我已经规个人浸伫迄出戏内底啊。无对，好啦，但是我嘛是爱甲你讲再会啊。时间过了真紧，咱到咱收尾时间啦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，出名人请祝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我感觉声音怪怪对不？我，你倒一工无怪你，我头拄险险无声，阮做笑的哦，啊，阮爱去唱歌啊，哈，对原来是这种风格，那是我调进去咧唱歌出来阮的。就是调进去阮就是我今你会当加入阮啊，我是感觉会使啦，我感觉你本地就是这种的，不用晓得，我毋是晓得，我晓得，哦，晓得，我们拢晓，我晓得啦，伊就我毋敢讲。